会。虽然今天天气不太理想，然后外面又下着雨，还好现在是没有下雨，所以不影响大家来参加祷告会的心情。不管天气外在的环境如何，我们仍然要抱持一颗火热的心来参加祷告会。现在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起来敬拜神。这里有荣耀。这里有光明自由。
要神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需要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心灵诚实继续的来赞美他。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需要你圣灵降临，需要你恩膏抹在我们身上。求你洁净我们的内心，求你带领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赐给我们智慧能力以及平安喜乐。主，每一天我们都恳求能与你更亲近，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每天都能够更爱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3月份的333祷告会。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在祷告会特别的主题是为新春蒙福来祷告。不晓得你有没有回想，在上个月的农历年，有没有在新春中觉得很蒙福呢？好，相信在每一次的祷告，就是不是只有来参加祷告会，而是能够在祷告会当中的信息，能够带回去，能够成为我们接下来这个月这一段时间我们蒙福的操练。那今天3月份呢，牧师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为婚姻及伴侣祷告。那我的目标就是祷告呢，感动的是希望不管你已婚未婚，有对象没有对象，但是我们都能够再次来检视上帝在婚姻当中的蓝图啊。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9章第6节，请。好，再一次。黄色的3个字，请说一次。好，你相信夫妻是一体的，请说阿们。好，但是夫妻要成为一体，简单还是不简单？不简单。好，那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感受到夫妻不是2个人，而是一体呢？那我们就要知道，上帝到底希望夫妻成为一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夫妻？好，成为一体，那我们就要来明白。从圣经当中所定义的夫妻的角色，好，上帝的设计的蓝图当中，丈夫、妻子，好，若是在合神心意的设计蓝图当中，他的目标就是要让这对夫妻成为一体啊。所以，透过圣经所定义的夫妻角色，我们要寻求就是在关系上面能够突破、翻转或是更新。所以，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你觉得丈夫的角色是什么？一家之主，还有呢，男主外，女主内，啊，让丈夫就是赚钱的工具和机器，啊，那丈夫呢，好就是要是要好同意，好，这个立皇兄好，他是赚钱的机器，好，他要一家之主，还要照顾公司啊，好员工，好，那丈夫的角色，好，除了这些，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5章23节，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把黄色的字请大家来念一次。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在上帝所设计的婚姻要怎么样2人成为一体？每一个不论你是不是丈夫，或是将来要当丈夫，都要明白，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头？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1章第3节，我们请弟兄来，请姐妹来读，请姐妹来读。你们知道，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黄色的字，请大家说一次。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在原文当中，这个男人也是指丈夫，女人是指妻子，就是不是说男性是这个父权主义，所有的男生都是头，不是，而是在2个人的婚姻当中，丈夫是妻子的头啊。所以从这2个经文当中，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说。同意就说阿们。有没有不同意的？不同意的话呢，要么就是你可能嫁错丈夫了，
还有就是说，你的丈夫还不晓得他的角色，他没有好好的扮演、发挥，他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头重要的身份哦。所以第一个，我们学习到，丈夫要成为家中的领袖，他要带领他的妻子。如果你姐妹们，你的丈夫愿意做你的领袖，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很幸福？有好，但是如果你的丈夫不愿意做你的头，不愿意做你家中的领袖，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教训他，鞭打他，督促他，有的人会用各样的方式为他祷告，但是呢，在上帝所设计的婚姻当中，上帝是期待丈夫要扮演好头的角色。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也是丈夫的另外一个角色，在马可福音10章42到45节我来读。耶稣叫他的门徒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做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好，44、45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很多的丈夫不晓得自己要做头，或是不知道怎么样成为妻子的头，成为家中的领袖。可能是他的出生的排行上面有哥哥有姐姐，所以从小就是顺服听话习惯。每一个人可以在家中从小的成长的环境，会让他缺乏这样的机会。但是不论你有没有成为一个大哥一个丈夫这个领袖的机会，但是都要明白上帝在婚姻当中的设计，要丈夫成为头。但是丈夫成为头，不是这个为所欲为不是三头六臂不是这个他就是像这个大臣君王然后呢可以超权管辖可以管老婆叫老婆罚站叫老婆像我们礼拜天这个妇女主日演的戏看到这个先生坐在沙发椅上太太呢就要听先生的话。这不是圣经当中上帝所期待的。而什么是丈夫的角色呢？黄色字我们一起来读。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好，再一次，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丈夫既然要成为领袖，那他也要做家里面众人的仆人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5章25节，请。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所以在圣经当中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呢？前面那句也要念，正如基督爱教会。所以丈夫要爱妻子，那就要看基督怎么样的爱教会。那怎么样？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呢？就是最后这一句，为教会舍己。所以当你的丈夫愿意爱你，就如同基督爱教会，甚至愿意舍己。所以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个男人的平均寿命会比女性的长还是短？为什么？对，因为舍己因为爱老婆爱妻子一直倒垃圾，一直做家事赚钱的机器有时候还有风险很高，出去赚钱可能这个也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这是一个出于爱对于家庭，对于妻子。所以从马可福音谁愿为首，要做众人的仆人，而丈夫要爱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为妻子来舍己。所以丈夫的第二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家中的领袖，第二个角色我们一起来读，丈夫是舍己的仆人。所以丈夫一方面是领袖，一方面要当仆人，而这仆人呢是愿意牺牲自己所以在圣经当中，丈夫的角色叫做仆人领袖。仆人领袖，仆人领袖呢，并不是要行使权力，而是要承担责任。如同圣经说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基督爱教会。而丈夫要怎么样来突破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仆人领袖呢？
就是你不是什么都要听我的，而是要学习耶稣怎么样在地上为他的门徒来洗脚。你也愿意为你的妻子来洗脚，来服侍她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得到妻子的敬重。那关键在于，妻子如果相信丈夫是一个家中的领袖，妻子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丈夫自己成为领袖呢？不是。那妻子要做什么？关键在于妻子如何回应丈夫领袖跟仆人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5章22到23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所以一个丈夫能不能够成为家中的领袖，能不能成为这个家中舍己的仆人，关键除了丈夫，还有在于妻子。妻子要怎么样来帮助丈夫？对，顺服。黄色的字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妻子不能够顺服，为什么？因为她觉得她的丈夫没有比她优秀，她觉得她丈夫懂得没有比她多。但是顺服不代表说一定他要比你懂得多，他一定要比你优秀，你才能够顺服他。顺服是因为你顺服神而顺服你的丈夫，阿们。所以就算你的老板，你公司的老板，他可能学历没有你高，你公司的老板他能力可能没有你强，你公司的你的主管，甚至在教会当中，你的小组长、你的区长、你的牧师，可能圣经都没有你懂得读得多，但是要不要顺服他们？因为这是上帝所给的什么？是权柄，这是上帝所给的权柄。所以如果妻子没有用顺服来回应丈夫，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丈夫会不会成为家中的领袖？不会，因为妻子没有顺服他。丈夫能不能为妻子来舍己？有可能，因为妻子成为领袖，丈夫的舍己是被虐待到死了。我讲的开玩笑，但是丈夫的舍己呢，并不是基督爱教会。今天我们让耶稣背十架，我们是教会在虐待耶稣去背十架吗？不是，是我们知道耶稣先爱教会，他为教会来牺牲背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丈夫是家中的领袖，而丈夫是舍己的仆人，而妻子呢，要以顺服帮助丈夫成为仆人领袖。这3句话请大家读一次。中的领袖，丈夫是舍己的仆人，妻子以顺服帮助丈夫成为仆人领袖。好，不要问别人，就问问你自己。你觉得，如果你是弟兄，你是不是家中的领袖？你是不是一个舍己的仆人？如果你是妻子，你是不是以顺服来帮助你的丈夫成为一个仆人和领袖呢？不用看别人，不用看你的另外一半，而是要问你自己。第二个我要来分享的是，那妻子的角色是什么？既然丈夫是领袖又是仆人，妻子有责任，有这个关键，要关键的成败，就是帮助她的丈夫来以顺服成为他仆人和领袖的角色。那么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呢？好，我们来请弟兄来读创世纪2章18节，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你的配偶是来做什么的？娶来做什么的？帮助我们的。好，每个弟兄，你能够有一个老婆，你要感谢他，因为他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什么？帮助者。所以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阿们。有没有丈夫觉得你的妻子对你都没有帮助？如果有的话，那这个丈夫表示怎么样？他不需要这个妻子，他什么都可以靠别人。他可能帮助者可能是他的老板，他的帮助者可能是他的同事，他的帮助者可能是在外面的朋友，
他有问题，他有困难，好，他有心事的时候呢，他不会找妻子，他找外面的人。那这样这个帮助者就变成其他的角色，其他的功能。帮助者就是当你遇到困难，不管是外在的、内在的、心中的，但是你第一个要寻求的是神，然后再来要寻求的是谁？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很多的丈夫很会跟，他有困难都怎样？打死不说。很多的丈夫呢，有困难有软弱的时候呢，会不会让他的妻子知道？不会。这是很多丈夫不合格的地方，没有让他的妻子知道他的软弱，因为他一直认为说我是头，我是头，我是领袖，我一定要跟到底。但是呢，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呢，其实呢，扼杀了妻子很重要的角色。你的妻子呢，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帮助的。好，我们来读提多书第2章3到5节。好，我们慢慢来读，请。又要劝年长的妇女在操守上公正，不说谗言，不做酒的奴隶，用善道教导人，好指教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克己、贞洁，料理家务，善良，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前面讲到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而在这里，妻子是丈夫的什么？其实呢，每一项都是好。那叫做持家者，好，就是持守丈夫的家。丈夫的家好不容易才买的房子，好不容易才有这个头款，好，才缴完的房贷，才有一个爱的小窝。但是这个家谁要来持守？这是妻子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啊。妻子呢是家中的 AI， 叫做人工智慧。请说一次，妻子是家中的人工智慧。妻子要用她的智慧来教导人，然后呢，爱儿女，克己、贞洁，料理家务，善良，顺服自己的丈夫，还要让神的道不被毁谤，不被诋毁，就是让这个家呢，从里到外都能够反映出上帝的良善。这是一个家中的人工智慧。在今天的现代当中，我们都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工智慧以后不管是吃的啦、开的啦、交通啊、食衣住行，人工智慧会帮我们解决、取代或是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便利。但是呢，家中的 AI 人工智慧就是妻子。有人会认为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这已经是过时了，这已经是过去了，现在要双薪，男生要赚钱，女生也要怎样赚钱？那男生女生赚钱，谁来顾家 ？AI 来顾家，叫机器人来顾家，谁来生小孩？机器人来生小孩，生出来的小孩每个都是机器人，不用给他饭吃，会替你做事。你就养一堆的奴隶，一堆的宠物。上帝的家，不是一个给机器人住的家。上帝给我们的家，就如同你的家、我的家一样，是我们有爸爸、有妈妈、有父母亲，是在一个呵护当中成长的家。但是在今天，我们追求了物质，追求了经济，追求了世界一样的标准价值观的时候呢，很多的妻子没有办法在料理家务，没有办法在爱儿女，没有办法在爱丈夫，因为她要工作，她也要分担家里面的开销和费用，她也要出去赚钱，以至于家中缺乏了人工智慧。家中回到家的时候，大家怎么样？还是很累，因为你在外面工作，回来也要做家里的事情，家里变成是过客，家里可能变成是旅馆。妻子的角色呢，叫做智慧帮助者，请大家说一次 ，wise helper， 是一个有智慧的，他能够看出关键，能够在每个地方，在那个每角的地方呢，能够来料理家务，能够持家。帮助者，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强大的救援者。
很多的事情是丈夫可能在外面做得来，但是在家中不一定做得来。但是呢，这个妻子呢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强大的救援者，并非丈夫的附属品。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什么？冠冕。所以丈夫有没有冠冕，就看他的妻子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才德？那才德不是赚钱而已，才德是他能不能料理家务。所以妻子的角色呢，好是要来守护家庭、持家，成为一个持家者，用她的智慧来补足丈夫的盲点。而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丈夫要怎么样回应妻子这个角色。如果你觉得家中需要有妻子好好来料理家务，丈夫要怎么样来回应呢？我觉得第一个，丈夫至少要让家中衣食无缺嘛。丈夫要更认真的赚钱，好让家中的开销够用。赚不够钱的话，妻子也要怎么样？也要出去帮忙赚钱啊。好，不然对呀所以两个都出去了。好，所以丈夫你要提升自己。好，那我们上次看到这个演戏的时候，太太也出去赚钱，回来还要再做家事，等于太太做几个人的工作。好几个人的工作，好也要赚钱，也要做家事。那丈夫赚钱要不要做家事？其实上帝的设计已经是一个很清楚，丈夫是头，是仆人，是领袖；妻子呢是一个持家者，是一个帮助者，才能够让这个家建立的完整和建立的完善。箴言31章28、29节，我们一起来读。她的丈夫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彼得前书3章7节，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所以，如果每个丈夫弟兄知道你的太太或是你将来的老婆是你的帮助者，是你的拯救者，是你的持家者，你的家就是要靠老婆了，没有别人会来替你持家。你请再多的费用，他可以替你持家吗？现在很多人都是靠请这个什么外劳帮忙怎样顾小孩、送小孩、陪小孩，外劳来煮饭，外劳来洗衣服，外劳来怎样做这些的家事，变成外劳是这个家的 keeper housekeeper 持家者，而这个妻子呢却失去她的角色。所以丈夫要怎么样让你的妻子成为智慧的帮助者，就是这两个黄色的字。好，请大家说一次：称赞，还有呢，敬重。你要称赞你的太太，要敬重你的太太，不是骂你的太太，不是数落你的太太，瞧不起你的太太，也不是看轻你的太太，是要称赞和敬重。所以，我们从以上几点知道，妻子是丈夫的什么？妻子还是家中的什么 AI 人工智慧？所以丈夫要怎么办呢？丈夫要以赞美和敬重来使你的妻子成为什么？智慧的帮助者。所以这3条我们再来读一次：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妻子是家中的人工智慧，丈夫以赞美和敬重来使妻子成为智慧的帮助者。所以我们把它对照来看。丈夫是家中的领袖，妻子是丈夫的什么？而丈夫是舍己的仆人，妻子是家中的人工智慧。那妻子要怎么样帮助你的丈夫成为仆人领袖呢？就是要以顺服帮助丈夫成为仆人领袖。那丈夫要怎么样来让你的妻子成为智慧的帮助者呢？以赞美和敬重，以赞美和敬重。所以在上帝的设计当中，夫妻的角色，请问可以去掉哪一个？缺少哪一个？或是舍去哪一个？如果都没有，或是都搞混的时候呢？那很多的家庭就会开始出现问题，社会也会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上帝所设计的夫妻婚姻当中的角色。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请在这个月准备即将要结婚的一对准新人嘉硕和佳琪来跟我们分享见证。
为什么简单分享见证呢？因为刚才我所分享的都是从这个婚前辅导的课本里面当中所引申出来的。那在这课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啊。好，那他们也刚刚上完了这个婚前准备完全手册。好，那嘉硕呢，他还在下班赶来教会的路上。好，那我们就先请佳琪来跟我们见证来分享，我们拍手来欢迎佳琪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哇，真没有想到还没嫁进门就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首先感谢牧师为我们做的婚前辅导，让我有很多的学习，我也感觉到这是神为着在世上建立基督化家庭很用心的一份爱，感谢主。我之前是一名国际线的导游，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国外。工作给我成就感以及好的收入，所以个性独立，一直没有成家。那因为我可以给自己安全感、成就感跟人生的话语权，加上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对上帝为什么设立婚姻，结婚的目的是什么，结婚生孩子对女人而言的重要性，我就跟外邦人一样随波逐流，没有正确的了解。通过6堂课的婚前辅导，我最大的收获是在课本有一段引用上个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他说，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和今天一样彻底。妇人在商店或工厂，尤其在纺织业工作，有的成为律师、医师，有的享有政治权势。上流社会中传统信仰的蜕变，冲淡了婚姻、贞洁与亲子关系中与生俱来的支持。农庄转变为城市，使孩子变成夫妻的负债或玩偶，而非资产。女人希望自己美丽又性感，而非拥有成熟的内在美。这段课文打破了我原本一直以事业为重的观念。原来家庭才是神造女人最重要的禾场。原来女人最大的资产不是事业，而是生养众多。说实话，这个是挺颠覆我的，也改变了我原本不太想生孩子的想法。因为一个人蛮自由的而且现在养孩子又花钱，责任又特别的大。但是看见上帝对妻子这样一个特别的呼召，也是最重要的呼召，就是进入婚姻，成为丈夫的帮助者，以及倍增敬虔的后代，向下一代传递真理，让世人通过基督家庭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觉得这个比赚钱来的更加的有意义，而且也是我可以回应神爱的方式。所以我现在不出国了，我转职的话呢，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以前紧抓着赚钱，现在赚钱就交给老公去想办法，所以老公到最后一刻正在赚钱来的路上。好，那虽然刚开始会很不习惯，很想要在到处的去飞来飞去的，但是现在很享受这样的生活，也感觉这是上帝要我去做的。通过婚姻学习更多的柔软谦卑，就像刚才牧师分享的，要更多的顺服，更像个女人。所以感谢主。那另外一点还有很大的收获呢，就是每次上完课都会有2个人互相讨论的作业例如2个人对婚姻的期待是什么？夫妻在家庭中各自的角色该怎么做？2个人用钱的方式，打算生几个，什么时候生？通过一起做作业，一起祷告，我跟嘉硕都经历到上帝美好的带领跟触摸，好几次都聊到热泪盈眶得到很大的释放与安慰，感谢主。好，换你了。换你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很荣幸这次来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在这边先感谢陈柏志牧师，在我跟佳琪婚前的这段时间，为我们上了6堂非常精彩的课。那这些课程整体一上下来，刚刚佳琪也分享了很多。那对我而言，让我更加明白了为什么
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一体。哦，让我更加明白这句话的意义。那更让我有其他的收获的是，这个课不只是说，准新人之间可以去学习。其实这堂课我会觉得说，很多的再婚的夫妻，甚至是公公婆婆，都有需要去了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接受神的装备，在这个婚前准备完全手册里面，哦，到底我们学了什么东西，我们领受了什么东西，在这之后，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可以更加的合一，更加的同心，好，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摩擦。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在我还没学，应该说还没上这课之前，我们所学习到的为人妻、为人母、为人父、为人子这些的模式，是看着我们的前辈、同才、朋友，我们这个社会去形塑的。只是说我们应该说很有恩典，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可以接收到神对我们人最美好的祝福，神给我们人最原始要我们去完成的事情，对我们人最真正的一个期待，让我们可以去明白真理。所以说，我们可以借由神的话语，可以知道说我们该如何去行述，我们是如何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的这个角色。好，所以真的很感谢陈牧师为我们上的这些课程。好，谢谢。好，我们谢谢2位准新人啊，嘉硕和佳琪啊。好，那他们即将在3月21号，好，那要在江南教会来举行婚礼，而且呢是和他的兄弟俊伟，好，就2对要一起在教会结婚，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喜临门，好，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但是如同一开始所讲的，好，如果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就要勇敢的去领受，而且呢顺服，就会蒙福。好，跟你旁边说，顺服就会蒙福。所以夫妻要怎么样2个人成为一体，就一定要明白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都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而且丈夫要努力帮助他的妻子完成他的角色，妻子也要努力帮助她的丈夫来完成他的角色，如同刚才嘉硕长老所分享的，提醒的，就是很多我们是按照前人顶一代、顶一年，过去老爸老母按怎教，我们这一代呢就 Q 起来继续按呢做，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模式被套住了。但是呢，上帝要我们能够回归婚姻的出场设定啊。上帝要我们能够回到一开始在婚姻当中的心意，所以呢，虽然不是2个人完美的相遇，而是2个罪人在恩典中学习舍己和顺服的回应，所以我们会遇到婚姻当中的瓶颈。好，老夫老妻会不会有瓶颈？常常会有。关系卡住的时候呢，就是回到原厂设计，回到原厂的设定 reset。好，能够回到上帝在婚姻当中丈夫妻子的角色，大家都能够对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不会卡在那个瓶颈当中。所以2个核心焦点，我们要把从要求对方改变，变成要邀请神来介入来动工。而我们本来是要争夺主权，好，到底是公说怎么样？婆说，阿公买猪，阿嬷买猪。2个人都弄破顶啊！这是我们台湾社会华人的文化传统会遇到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改变？你只要活着，你还活着，就有可能改变。阿们。只要你还有太太先生跟你在一起，你都可以跟上帝来求，让我可以做一个好的丈夫，让我可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啊！所以爱的动力从哪里来呢？是因为丈夫用扮演好仆人、领袖的这个角色，而赢得妻子的信任和顺服。
而妻子呢，以她的智慧和帮助来赢得丈夫的赞美和敬重。这个是互相的。你总是期待说，我的丈夫好都不会赞美我，可能因为你没有好好的顺服你的丈夫。我的妻子都不会顺服我，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称赞你的妻子。这是一个彼此之间的动力。这有2句话，送给每一位，不论有没有进入婚姻，都希望大家能够提醒哦。赞美是妻子持家的燃料，顺服是丈夫舍己的动力。好，请大家说一次。赞。妻子持家的燃料，是丈夫动力。如果你真的期待你的妻子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持家，有这个继续持家，你就要不断的怎样赞美她，敬重她。而你希望你的丈夫能够好好的成为你的仆人，又成为你的领袖，舍己，你就要怎样顺服他。不论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合理。我们最近在看约翰福音，发现神迹都是在什么地方？不合理的地方，水变成酒，这个仆人一定觉得不合理。然后医治大臣的儿子叫他回去，他也觉得不合理。但是神迹就是在你顺服的那一刻就会蒙福。所以我要接下来我们还有10分钟，我要邀请大家来做几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呢，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无论你现在已婚、未婚、单身，或是你的另外一半已经蒙主恩召，无论如何，但是也有的可能是这个婚姻上面的离异，但是我们都要邀请神能够回到我们家中的宝座上面。那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设立婚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邀请您回到我们的家中的宝座上，让我们真的宣告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过去在婚姻当中的争竞、冷漠、对立。丈夫没有爱妻子，妻子没有敬重丈夫。当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这个家就开始出现了破口，出现了裂痕，以至于仇敌的诡计就得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祷告回转到你的面前。无论昨天、今天、将来发生什么样不愉快的事情，我们都要学习用祷告来交托。我们都要学习用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让丈夫能够爱妻子，而妻子也能够敬重她的丈夫，让这个家庭是有遮盖的，让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能够互相的保护，是能够互相的饶恕，能够互相的原谅，也能够互相的接纳。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第二个，我要带所有的丈夫或是弟兄来祷告。祷告的重点就是求主赐给每一个丈夫弟兄有仆人的心，能够学习舍己，并且带领教导我们丈夫能够用赞美来敬重并且尊荣他的妻子。那我这段祷告，我要邀请丈夫来跟着牧师一起来祷告。牧师祷告一句，请丈夫跟着我来祷告一句。亲爱的主，太小声，这不像丈夫。弟兄大声一点，亲爱的主，我愿意承担你给我领袖的责任。求你赐我仆人的心，像基督一样学习舍己。求你教导我如何赞美、敬重、尊荣妻子。让我的妻子在我的爱中得着安全与喜乐。使我手所做的工成为他的保护。
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接下来牧师要带领妻子们、姐妹们，好，不管你是单身、已婚、未婚、离异，都邀请你来跟我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愿意领受帮助者与持家者的职分。求你赐我智慧与温柔，守护这个家。求你帮助我学习顺服与信任，来回应丈夫的带领，不以掌控代替扶持，而是用鼓励激发他的担当，使我能够成为他的冠冕。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最后，我们要为我们的家，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愿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一个赞美的居所，能够彰显基督与教会合一的荣美。我们一起来宣告最后这一句：愿我们的家，预备来。愿我们的家彰显基督与教会合一的荣美，奉耶稣的名，阿们。再一次，愿我们的家成为基督教会的荣美，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请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祷告会以前，也要鼓励大家，除了听到，还要行道。在你如果你是姐妹，求神给你智慧，能够每天发出智慧的问候，每天对你的丈夫说出一件具体感谢他的事情。如果你是丈夫，你能够发出仆人的问句，问你的妻子，我有什么可以服侍你、帮助你，让你更轻松发挥你的角色。而我们也都需要有灵魂的避风港，在冲突当中，让我们学习祷告1分钟，让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家。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祷告的大军》，也求神在我们每个人家中建立祷告的祭坛。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何清醒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
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和姐妹，祷告就是让你的丈夫能够成为仆人领袖的秘诀。祷告就是让你的妻子能够成为一位智慧的持家者的秘诀，不是只有用听的、用讲的、用教的，而是用祷告来成就这样的美好的事。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要结束的时候，为你自己祷告。如果你是弟兄，你是丈夫，求主帮助你明白丈夫的角色、弟兄的角色。你是妻子，你是姐妹，求主带领你，让你看见在这个世代当中，需要有一位妻子，需要有一位才德的妇人。每个家都需要有一个智慧的才德的妇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次在这个时刻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的家庭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要为我的家族来祷告，为我的妻子来祷告。主啊，使我的妻子能够成为一位才德的妇人，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神所使用那贵重圣洁的妻子。主啊，让我的妻子能够顺服主而顺服丈夫，让我的妻子能够因为爱主而爱丈夫。主啊，使我的妻子能够有敏锐的心，能够有敏锐的灵，使她的智慧能够充满。主啊，使她神在她身上所给她各样的才干和才能，主啊，能够成为家中的持家者，还有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是的，主啊，我们要为每一个丈夫、每个妻子再次来向主来献上祷告。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夜晚的祷告，昼夜不断的祷告，直到每个家都能够为主来发光，每一个婚姻都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今天我们也特别为在这个月即将要结婚的嘉硕、佳琪、俊伟、小慧，为他们准新人来祷告祝福。也祝福许多的年轻男女在婚姻的路上能够行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让他们早早明白看见成为丈夫的形象、妻子的形象，而能够不效法这世界，而是要效法神，能够追随神的心意。求主来帮助我们，同心在主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继续来拍手来赞美神。你将我的爱呼越为高舞，将我的爱引过去，为我的
你所造的耶和华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主啊，你要人离开他的父母，与他的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啊，再透过今天晚上再次教导我们二人成为一体的功课，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主啊，我们都能够明白，并且乐意来遵行。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到这里结束。那也愿神祝福大家平安。